有7个伫新竹读册越南学生因伫台湾做诈骗的车手，一日下单赚2000块到7000块，也毋过已经互法院判一档9个月有期徒刑了。另外，台北有民众伫网络交友去拄到假投资诈骗，了500多万伊嘛配合警方约车手出来见面，协助警方破案。这个查甫人雄雄徛起来，行去隔壁的座位，其他的人接到暗号，赶紧去甲包围，因拢是便衣的。穿乌色外套的查甫人当场去互警方压掉咧，桌顶有袂少现金，拢是诈去的压榨钱。这个互掠到的车手，甲人约见面提钱，分数顶还阁诈点钱机。由被害人配合警方，佯装以现金购买虚拟货币，并与诈团成员相约于素食店面交。辖区的警察接到报案，有一个台北市的市民落入网络交朋友的陷阱，哄骗投资太达币赔500多万，所以甲警察合作，甲车手约出来见面，靠受害者合作掠车手。警方嘛感觉这个方式袂歹，民众检举领奖金，不过这个机制实施1礼拜，效果啥款，官方是暂时无提供。就照工程款怎么安排怎么做就好。没有打电话去对方找，他不是做这个行业。真的，唔若发诈骗，嘛都爱主动诈骗。银行的行员受理汇款，听到是要摕去装潢的，就随口劝甲通报，都惊这个查甫人去互骗大耳。因为这种的讲法已经是诈骗惯用的手路，甚至非法的组织，即马会吸收外籍学生来做诈欺的车手。嘉义团今年运作日益国际化、组织化，并以在台就学之外国学生作为招募之主要目标，藉由同乡同学牵线，以高额报酬诱因，吸收其担任提款车手。根据检方的调查，有7个越南籍的学生伫新竹的大学读册，不过却是去互共乡的嫌犯招去做车手，赚外路啊。过一天上济会当领7000块，即马防以加重诈欺等罪嫌来起诉，检方具体求刑1年9个月以上的刑期。公视新闻台北新竹报道。